大家好，今期教大家點樣買空調。買空調首先要揀啱匹數，一匹機適合15方以下嘅房間，1.5匹機咧就適合15到20方，3匹機適合30到40方。如果係西斜或者係樓頂嘅，就要加多半匹啦。第二個咧就要買變頻空調加新嘅1級能效先係王道喎，要買新1級能效，唔係舊嘅1級能效啊。我哋主要睇空調後面貼牌寫住嘅 APF 值。如果 APF 值大於5.0嘅變頻機咧，咁就比較慳電啦。APF 值越大就證明係越慳電嘅。仲有就係功能要精唔要多，功能越多越容易壞啊。主要買嘅功能就係防直吹啦，唔會吹到頭，同埋自動清潔嘅。我覺得呢啲功能係比較實際嘅，其他花巧嘢就咪啦，買少啲功能慳錢啲。仲有就係要揀好牌子，一線牌子就係格力啊、美的啊嗰啲。如果想平啲咧，就可以揀可爾、華寧、小米嗰啲。千祈唔好買聽都冇聽過個牌子啊！如果唔係1-2年之後間廠都唔知去咗邊啦。記住啦，買空調一用就係10年8年，唔好貪平買咗件激氣嘢翻嚟，日日激住自己啊！今期就講到呢度，下期想睇乜嘢揭秘，評論區話我聽啦。